粉嶺繞道東段正式通車，吸引附近唔少居民試行。話新路整體設計唔錯，出九龍亦都可以避開塞車嘅路段，相信有效分流區內交通。由何永薇報導。朝早8點正，工程人員搬走原先擺喺龍躍頭交匯處嘅雪糕筒，代表住粉嶺繞道東段正式通車。住附近嘅居民以及送貨嘅司機都貪新鮮，試行新路出入大埔九龍。整體設計係 OK 嘅，係靚嘅，係方便嘅。你啱啱通咧，今日嘅假期咧，你要即係整體要行一輪時間先至會知道個效果係點嘅。嗰條繞道未開，應該就係塞死入豐嗰邊啦。連我去入豐嗰段路就塞啦，而家開咗嗰條路就應該唔塞啦。99%都行嗰度啦，出九龍就去大埔嗰度方便啊嘛，一腰出去就塘坑啦。幫到啲車鬆啲咯，啲人唔使咁辛苦咯，自己行到翻屋企嘅好多都要。城巴呢日亦都開咗一條特別路線駛上繞道，俾一班巴士迷坐住開篷巴士，感受北部都會區呢個第一個落成嘅大型運輸基建項目，一齊探索唔同河畔一帶新發展區嘅神秘面紗。期間見到龍躍頭呢個圓形行人天橋新地標就更加興奮。之前中九龍繞道冇咗個機會，而家可以話係彌補翻咯，咁樣係好開心嘅。其實都新路雖然係比我預想中短，但係見佢新都係好開心嘅都。都係風美宜人啦，不過而家再大興土木啦，真係睇到時北部都會區個發展成點啦，都係。會唔會都期待之後用多啲條路？梗係期待啦，可能到時真係如果翻工都會係可能係搬嚟呢邊咧，咁唔出奇嘅，真係帶動下呢度啲人流啊、物流啊嗰啲嘅。巴士公司特登為咗呢班乘客預備證書同小禮物，紀念繞道開通嘅歷史時刻。粉嶺繞道東段全長4公里，連接粉嶺北新發展區以及粉嶺公路。日後聯和墟、龍躍頭一帶居民可以行新路，避開區內塞車路段。預計繁忙時間可以慳大約10分鐘車程。Now TV 記者何永薇報道。